耶！好開心啊！頭先仲沉醉喺頭先贏喎，即係仲頭先即刻睇翻啲片好玩，即係飄緊嗰下係嘛？係咪頭先都再飲多幾支水。哇！爭得幾遠咯？係咪好？你嗱講真，老實講，覺唔覺得佢哋可以hold 到即係咁耐先？對佢哋嘅體力有冇上心？伊能爭啲，即係 feel 到阿 J 係 firm 啲嘅。OK 嘅，OK。咁應該可以加入之後，如果有其實我覺得每年可以都玩下呢啲，每年都玩。咁你要贏先咯喎，你要努力㗎咯喎。下次鬥射波。OK，就咁啊。OK，好啦。咁咧今日啦，難得嚟到見面就係有咁多 Mirror 近距離，其實都可以有多啲同佢哋傾偈嘅機會啦。咁真係有冇一啲時刻咧，即係喺過去嘅時間係真係俾 Mirror 鼓勵到，即係俾佢哋觸動到嘅時刻咧？我每一段時間都收到唔同嘅Mirror 嘅一啲 DM， 即係各位嘅一啲 DM 係啦，即係發覺每一個人嘅故事都其實都激勵翻我哋，係即係有時睇到自己嘅一啲作品啊，可以影響到唔同嘅人嘅時候，都發覺真係真係好開心可以做到呢一行，可以帶到一啲正能量俾大家。咁同時間即係每一位你哋個人嘅好多嘅經歷都反轉鼓勵翻我哋，所以真係好開心。今日可以共聚一堂，共聚一堂嘅吞數啲靚嘅，共聚一堂你一齊享受呢一個大家互相陣間可能有見面啊，可以分享你哋自己嘅嘢俾我哋聽，所以好開心今日可以有呢啲機會同大家見面。咁喺即係頭先你都講啦，有好多佢哋嘅説話可以鼓勵到你啦。最近好似都有好多Mirror 咧，佢哋反而有 dance challenge， 即係用你嘅歌去跳翻舞俾你睇，你係咪都有啲驚喜咧？即係佢哋都跳得真係好勁。係，我覺得最開心嘅係我覺得以往可能香港對於跳舞啊呢啲嘢，可能都係稍顯冷門多少少，係可能以往嘅音樂冇太多跳舞嘢，咁亦都好開心，因為我哋每個人嘅作品可能有啲跳舞嘅一啲嘢俾大家，咁我就覺得大家都可以多啲去跳舞，因為我覺得跳舞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件事，係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齊陣間心中跳啦，因為陣間都我跳。係，咁難得一年一度呢個機會啦，即係喺佢哋俾即係 Mirror 俾你嘅心意或者書信有好多啦。如果你係有機會都寫一封信俾佢哋嘅話，你會想同佢哋講啲咩咧？依家用言語去話俾佢哋知。寫封信話，係啊，咁尷尬。即係你會想同佢哋講啲咩？我不嬲都都係將自己嘅 message 擺喺我自己嘅作品入邊，係啊，咁既然係咁，我就用下一首歌嚟代替呢一封信啦，我覺得幾我自己。OK，咁就將個台交俾你。嚟啊！呢首歌就同琴日唔同嘅。祝願你想怎麼生活也安好，充滿自信，有難題會解到。聽朝起身請注意天色有壞有好，鐘擺不改節奏係同隨年長高，怎麼去用最好的心情過一日？想讓你知道 Oh baby what you say I'm counting on your birthday。Happy birthday，實實sunny day，多少希冀。我會被愛去悉心的惦記，願望再會合處起 The perfect in your way， 來迎着各種天氣。Honey bunny， 實實sunny day，I'll be waiting for you， 想費盡這心陪你，如願可
以翻到後台稍事休息一下，轉頭再見。